学生到此自取，送了这样大大的一份厚礼，千岁爷十分欢喜。十元岁他哥铁皮园林实在太小，令我邻人一个为穷及他。此时礼部依附空缺，这便是如此好。下官李举生，这岁平凉太守，再来领取官聘。学生李举生，再来领取官聘。哼！你说你姓李？姓李，叫什么生的？李举生。哦，李举生。去吧，不必再来了。平凉知府已经有成了。这平凉知府明明是我，怎会领取他成礼？不错，原来是你。可是千岁爷使你缺少才干，使得领为他人了。此次我要面见千岁。参准，没有千岁爷的准许，就是再谁也不敢敲门。谢谢，今日这正是。年兄正色，莫非成了什么委屈了？千岁爷帮我平凉知府的官聘发给别人了。年兄，此母之言，你他给上下主律，放了通用也下了吧？李大人，李学生，在，官命在此。送你的明亮太守去吧。多谢他的官，多谢他的官。家公，明亮知府正当时，二人也换场飞过进去，进官聘在茂林里的到家。要灭尽千岁，来人，将他当了出去。
我的病。弟弟，这可怜，你们弟弟死去，竟失去娘亲。弟弟，你怎么不一起生病，调养气色虽为好的？弟弟，洗去吧，弟弟，洗去吧，洗去吧。
是告诉你，这包金子是我放在这里，舍得的，舍得的，是舍得的。放着一位年轻书生，几秒背过不上，不想这次把这包囊忘记在这里。嘿，姐姐，正好救我们的酸妹自己。凤鸣，你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来了？姐姐，我怎么啦？你怎么不追上去挽起人家？这管不上了。你既看到那位书生出门，怎为这管不上？分明是有意独身贤才。姐姐你，哎呀，弟弟，你怎么忘了弟弟平时跟我们讲的故事了？莲菜不成家来生，只是不应到现今。唐朝一股配丞相，少年潦倒也穷困，值得金牌凤冠身，才想国际朝凌云。这些故事，我只是为了爹爹呀。我虽是要放到此旁，忽然闹得林子吵，眼看那老夫虽求丢先生，同人心里是道教，要杀刘金，要无解，要走门路，宁扑堂，地上有此把良情，审问衙门凡事了。这些更不得了，弟弟跟着吴美棍，岂肯应回去讨好？宁愿兵兵困不妙，也因此设计是堂事事笑。弟弟呀，同是水情书生先救，你良心不才，天理真少。天的良心，弟弟虽穷，又谁了你讲过天理，又谁了你讲过良心？姐姐，天理终于常颠倒，良心早被勾牵掉。我弟弟埋伏文才对无杀，那刘星一度是草错同袍。今日我无非三界金玉宝。
将你打。当你公，好子忘了花子学位，花子。
求父有根生我立志，不做长年做才女，买本有时图光阴。娶是一夫人善良，敢问一片善良人，三年前人满我等我为你，朝来给我讲话听，你得一个13年报也把人我真一个莫逃于此不是成什么？你这是买死一夫？上了本人错问一篇，本人善良，被你说的是口呀，不怕人家笑掉牙齿。妈妈，妈妈你看，这是我双手书写的梅花顺听。妈妈，这是我的诗词文章。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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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妈妈。妈妈呀，这妹子比马都有人，舍不得你是从这善良人，不是你公才就下到你，今日就不为这个李素萍啊。原来是妈妈今年教育，在人们桥上进门，在你出在富春园，富春园呐，三等归来别一分。妈妈，一个菜一个唱，真说得像啥语家事啊？说得过东城母鸡生凤凰，西家王冠天气，自从官府告自己，哪一个归来不买小，却买粉？妈妈，这要强给我一从，神道写诗把命题，我要告你买了为钱给何才？要是你反不成我的手里，原谅高挂一根绳。亲爱的神啊，是独于这头发毛娘啊！姑娘，一颗二老赛长调，妈妈从来下不到，你咋真不依从？我送你一条彩带复印草。拉下来！妈妈，这妹子心气十分高，妈妈你还需上天堂鸳鸯，更何况他年月比己，比得起抛黄土为母亲不爸爸把你自抛。
送些宣子来，我妹妹等着要用你。好。姐姐，妹妹，这是刚送来的小兰娘哈，你就安心些吧。姐姐，宋姐姐，宋姐姐。
好飞旁几里关着心。虽算是怪梦微薄难应去，我自觉曾来二不良人，送我姐姐出火坑，怪我姐姐情好命。你母当年才飞去，你今为妻错买哪里？今日里曾经为妻上风花，那你归安听才明。我们以为你是我白眼，我今天才意思。天国的他，你是陈奎，陈公子陈，你怎么到这里走起虎狼来了？真是一言难尽啊！我家为来父宗子，帝王于中两人。也无奈呀，我愿助你一臂之力，杀不言弃。从今之后，你是做我的弟弟吧。陈三两心的是你，在梦里。你不用担心，明日你只要上进步考，今晚你要珍惜时光，共度诗文去吧，去吧。千年来。
轻松报鞭，
算公归自强，儿我立志奋发去京城，孩子忙10年辛苦一次归，东堂一举能成立，到那时还要是红本报日许愿。岂能够实实意意空思念？
好喽。哪里？对方都罢了。哎，老岁老向今朝，外面这呀，里面好。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哎，妈妈，我每次经常路过福鼎州，都要来逛逛富翠园。是吗？抱抱你家善良姑娘啊！哎，妈妈，善良姑娘还好吗？听说她曾经卖盆为生。哎呀，张大官人，你是哪里知道？哦，自从沈奎上京之后，三娘她文章不写，隐身难尽。唉，这真是野花不种，年年雨，烦恼无根彻彻生啊！妈妈，既然善良姑娘立志不做烟花女，又不肯替你点笔卖盆，你留她何用啊？莫看我伤人送礼，我也送心啊。哦，千年了，我张子成还是这句话，原产1000两，娶她做个三娃。哎呀，你这不是在问我的要钱事吗？啊！妈妈，听说沈奎中了上元，官封把夫请问。善良姑娘，迟早是要跟他走的哟。这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妈妈，我看你呀，还是要好好的合计合计，我等会再来听你回应啊。1000两啊！会现实，我欲当御马，不鸟他都是。事情他要是真的中了状元，封了姓安，定是要把三两摘去的呀！我才是当开牛笼放彩凤，岂不成才两腿空？我这个宝是真他是亏知道好在那位自保上，他都把三两来看中，假设高我变成娇，管他70年卖红，我年年管他把三两卖，眼包西八成松，先生神坤一高中，叫他关进去相翁，事不强在先下手。一曾见我愿随高飞，先
原来武陵州富城县有一烟花女子，名叫沈善良，被美于知报上张之成为妻。可这文帖上面一无红笔全点，而无官兵印玺，而这文帖之中恰加了张200两银票，分明是要本州改上国营，将那女子夺与他为妻。这算不算吞账？这算不算受贿？啊！哎，这人子受也罢，不受也罢，那妓女能跳出火坑，总是一件好事。本州理当称谢。下面听了，哟，速去常州客店将沈善良带来。是。常知你安家200年，不与我心太疼亦不宁。花枝一笑空长枝，莫非是言官不逆是有人？哎，怕是我太死心眼了，向我立功名哦。10年我怕早开阔，一朝风云得称心。我乃是新官初上任，背客应酬全名。怪梦是被所谓虚错心
臣陈三两带到。带上来。是。
去死不去。谁是大老爷巧当小女子，谁是刚到家境，我也绝不嫌弃。好一张脸孔，堂上言语问题写得明明白白，岂为却断了你？请问这本签上可以我亲笔画押，不有可以官笔印信？他本在该上官印。慢，这本签是不定在手写，要给官印也有不定在手给。你是这的长子，只怕你给不得官印做陈善良，你再三不肯离开武定州，莫非在哪里还有什么牵挂不成？并不牵挂，武定州与我的兄弟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但本州却把你兄弟出来，和你一同跟在那客上前去，这里也可早些相见，你看是何？我兄弟只怕你传他不通。不是，堂常州衙门，难道完全不懂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吗？我兄弟也是个做官的呢。你兄弟做官？哈哈哈！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，哎，也做起官来了。我兄弟不但做官，还是个大官，总不见得和我一样是一个五品知府吧？我兄弟的官比你还大，衙门比你还宽，机关比你还高。哼，难道是朝廷钦差不成？真是不负心安。陈善良，你那兄弟是哪年中举，哪年一死，新生命在夸夸将来，稍有一言差错，难免只有他大老爷，请听讲。我兄弟家子年间总苦尽，一催年间的退命，一笔清点刑大夫，山东茶坊是叛民。试问他是哪一个？陈奎就是兄弟名。这是他烟荒里下贱女，哪知他兄弟是官员陈大成。哪知道凭空得来人二把，谁知他不天理，还不快官府快走！官府请说。不对呀，我想沈奎大人尚未醒完，岂肯让他自己落水为吉？看来是我将他当急了，他故意拿心我来想我。陈善良，你与陈大人可是一母同胞？非也，莫非是说到这里？也不是。插手！他当陈善良，你与陈大人一不是同胞水者，二不是什么罪的，分明是心亏不言，欺骗本府，走完了的。我还有相信必病。讲。我与陈奎同是天涯人梦。
本纪，万是陈大人的恩师。我想这女子有些也不也是有的，可以教不出长远来呀。此话非别可信。陈善良，你是陈世成大人的先生，不知你教他些什么？小进士资质不佳，教书法梅花篆体。梅花篆体，想着梅花篆体，我自己能写，难道他也能写的？像我自己能上手写，真善良。本着要看你梅花篆体写的时候，可非当堂写来。请老爷私下闭言。来，有，去本王四宝与他。是。请老爷再赐一支郎好。这要一支何用？小女子是欲练得上水能写梅花篆体，能上手写字吗？这，借他一次。家传有历史之本，周易古今，我还甚不知，不妨问他一经这事。来，有，将本这里周易古今取来。是。陈善良，本在问你周易古今，你可通晓？刚才让我手写梅花篆体，此去一本周易古今，莫非他？哦，不会，我历史门中不会出此。长官，你真不会答？老爷只管问嘞。已经64卦第28卦和名是怎样讲来？第28卦名为大过，利于燕王恨。是啊，口养身体，老夫的少妻无不利。按此而言，老夫少妻没有什么不利呀。老爷枉道惊人，精神团聚不明，挂名大过，实是大大的过错。挂问老夫的少妻无不利，无此事不宜于这样的事。不理事实是有此事，乃是大大的不吉利。总而言之，第28卦老夫的少妻乃是大大的过错，大大的不吉利也。婶婶了，你此种之计从我而来？
小女子这是自己知我一家与众不同。你说的是哪一家的易经之本？小女祖传历史之本，共有几卷？共有3卷。现在我只小玉兄弟铁路标上一算，红色书信说明绝对什无一言。吹的。素被青丝碎，脚步顺后的做孩女。今生李凤鸣，谁？你团长多少？我你团长多少？286。你286。
亲把你恰是堂堂之罪，生生平对上菩萨有情，农人那会里村上官袍本不行，团长埋伏根本，候鸟生马王鸟通气，压上女用大印，我骂你这里临时混气，将手电忙出推进推身上只要真得的气
民团长王法，本应年吧。这是我想他是恩基的亲兄弟，基地于13多年，应得今日所获。更见读书之人是公民，来之不易。既是初犯，又是恩基的亲兄弟，你将他官降一级，一做经济，也就是了。要是他不是我的同胞兄弟，你难道是官场之中死了金剑，谁是圣经？谁是圣经金剑？金剑圣经？这世上谁是圣经金剑？小弟立志心里自辟，记中扬起。李梦明堂，给当何才？啥是吕万从年八班，啥是初班下周为密。此次大圣，请上书。善良去你身见他是哪事情？他初登仕途遍社会，有才当真不撒猫，王子攀法是名空。你要是发誓三次公堂，老汉儿鸡菜菜不曾让你买盆上，总是生活平堂堂。你关公中进我等你二罢了，从你姐姐称呼康。这三年。这三梦，为祈求你的三章，你娘我带了封民返家乡。苦茶苦饭把日子过，做一个神仙清明之高尚。10年来他生日流云飘四方，无人教诲贯通扬，谁做谁成
啊！